碧瑤灣星期一發生斬人事件，有一個61歲嘅保安事發嘅時候挺身而出制止疑兇，期間跌倒擦傷手踭送院治理。我哋嘅記者事發第2日再到現場視察，涉事嘅保安放緊病假休養，有同事大讚佢嘅表現。我所知就冇大佬嚟啦，我哋大佬。即係保安部嘅大佬嚟，即係有受傷嗰個。哇！咁佢琴日好英勇喎，真係。係啊，我諗唔到咁勇嘅真係。亦都有居民認為事件係一個悲劇。佢透露街坊知道疑兇本身有問題，佢嘅屋企人亦都有做預防措施，但係仍然防不勝防。佢又話保安雖然勇敢，但係亦都要保護自己，有同事幫手係不幸中嘅大幸。